小会当消可能会业障，大会当消咱累积来着6万年来完成。所以咱这个菩提心一发了，咱就爱珍惜每一款的因缘，咱就会当较好讲，莫离开经典，搁一点就讲莫离开别人，搁加上呢，佛堂若有参悟啊，若有像今仔要开班，可能昨昏就开始摒扫，敢是？来参悟摒扫，咧摒外口的这个卫生。摒扫这个因果，其实就是咧洗咱的心，咱的心若呢哪洗哪公平，就是哪有对位啊就对啦。这是咱这个老师甲咱慈悲的，所以呢，不管是老德亲还是新德亲兄弟姊妹，只要来参悟道务，这拢是成功了完的机会。所以呢，我真珍惜有遮尔好的机缘，咱的前辈遮慈悲，互我学习了完，那么。互我主持这个题目呢，是咱，互我伫遐看，敢咱吼红底看袂啥清楚，互我就是要来以注意前个参考这个题目，请人稳中行力。这个稳中行力，就是咱前人，就是咱中心颐和性堂，颐和性堂，咱大家长，伊的过年。有年啊，2015年甲咱写主编，互我哪要来用这个题目要来签署呢？因为互我去到越南的时阵呢，咱拢知影若去越南就是讲讲粤语了。互我看到越南的文人，竟然甲这个稳中行力呢，甲伊标解起来挂入去。互我伫讲台看着遐伊啊，我内心感觉，哇，连因越南因毋捌中文。当然，足侪兄弟姊妹要捌中文，拢会甲咱前面的这个对咱的祝福，对咱的盼望，甲伊标背起来。互我迄阵就当下就讲，安尼等下互我要来准备这个稳中行力。到底前面要甲咱准备啥？伊甲咱写这个字，到底是对咱的含义啥？互我就来以注意前面做一个学习，做一个重点做一个重点。因为这我用手机啊翕起来红底，所以看起来较糊糊啦，看起来较糊，袂讲介清楚不过咧，无非就是要互兄弟姊妹咱知影讲，这是前人对咱的慈悲的厚爱，互我来做一个学习，因为咱所属的就是新源山颐和圣堂，音乐颐和圣堂。前人盼望咱求道迄一天，求道开始，对求道、学道、修道、办道、行道，要咱啥？要互咱有圣儒的风范，就是圣者因的因的心怀啦，觉者的智慧啦，菩萨的心肠啊，儒家的回君子也个文质彬彬，要学咱呢无容易咧。但是确实是咱前人伊的慈悲啊，因为颐和颐加颐呀，义者颐也，颐加颐呀，这个颐就是适宜，拄拄啊好。这个温度安尼冷气也调甲拄啊好，你若天气拄啊好，拄啊好拄啊好是白话哦。若甲讲修行就讲拄啊好，就是中庸之道，敢是？拄啊好，阮兜头拄仔食饱好饱甲真诶结果上偌紧，拄啊好，也袂枵，也袂饱，也袂伤枵，也袂伤饱，安尼拄啊好，拄啊好，真的很不容易呢。爱透过修学要发离家中节这大家拢在拍拼，我也无例外。和德美来传播，就是呢，咱要透过修学，互咱信心心一块，咱呢要学像菩萨因安尼要修等君子，这个文质彬彬，这个知影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迄就是菩萨的康
习，透过做，所以呢，互我着即个咱前人甲咱注意这4字，这4字要来做一个参考，因为呢，毕竟咱众生拢还佫有众生的思想看法，咱毋可能离去毛病调整世俗的情绪，因为透过修学，咱听着你要创啥，食饭要创啥，食饭要大汉听着你要心性，咱来哪面，含有咱的德性咱的德性健全心灵，就是要互咱心口意。互咱心口意拢会下道理、下道，即嘛，大家共同勉励，共同勉励，互我呢，时间怎啊快快互我的时间到4点就完啦，这题目准备超过2点钟的，所以呢，互我无要赶快写，就是用一个讲，因为中昼时咱若放要较轻松的心情，互我咧想。较早当求道，30年前求道的时阵，迄个心态，感觉修学道敢有遐幸福，但是看到即个时阵，咱有看到恐慌无？到位连土耳其机场安尼复杂，你看死偌济啊！像咱台湾坐火车，无张无治安尼讲无张无治是咱咧讲无张无治，其实内面有阴暗的。咱互我就咧甲。咱的家属讲咱来当平安就是上大的幸福，就是上大的祝福。我就咧讲像即个灾难遮济啦，更加爱修心修性，培养经营啦。就讲即个人的头脑哪会遐奇怪讲白话就是安尼嘛。但是呢，互我慢慢体会。是安那身躯，哪会一直讲正修炼，赶紧练，足紧快马加鞭，讲听袂有完的，会讲甲安尼遮严肃呢。但是毋是要叫咱紧张，是要互咱看透讲这人生的无常，要安怎伫无常当中把握真相。有时若少年的时阵，感觉讲活得很好，但是若经过60岁以上，会发觉讲这个肉体若会味腰酸背痛，着目睭闪倒凉老浅浅，就会感觉我去参加咱告别式，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会慢慢体会着讲，人生毕竟咧无常这2字若无透过修学，会行向悲观去，但是透过学道了，会感觉讲，其实你嘛是自然的现象。要安怎伫无常中活出真相，无常中活出真常。啥物叫做真相？真相就是不变。像阮菩萨安尼，虽然因的肉体已经无去啊，毋过伊的精神拢与我们同在。咱若咧艰苦的时阵咱若咧艰苦的时阵，无法度甲爸母讲，毋敢甲兄，咱的亲兄弟姊妹讲，有时去拜拜时，拢甲阮菩萨讲，了解没？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学习圣者因的骹步，前人当然自卑，就是要互咱调养这个骹步来行，调养向上向善这道来行。第一温，这个温，字面上就讲温和温和以身体讲咱想咱的身体就是有常温，就是36度半。36度半，爱是37度为常温，安尼才会当家己健康。那像安尼迄日咱互我会亲，迄个说讲亲情的囡仔，阮烧到39度几啊，听你讲着太紧张讲爱紧看医生所以讲咱的身体，咱内面就是有多正健康呢。如果咱的身躯咱袂当甲较调和以身体，互我有看到迄个电视，互我较无时间看迄电视迄电视应该是对台就有一个叫做嫁妆的，倒以前咱敢有咧看迄个嫁妆
一个叫做叶真诶，有一个吼，一个演员，啊，叫孟田丽，吼，我伫咧内看着，讲孟田丽，伊演诶角色就是演迄个足冲动，啊嘛赛练足济，啊足受气，安尼就对，足激动诶。啊，所以呢，伊伫练耍，一直咧演戏，啊，可能嘛困无好，啊敢若演完了足激动尔，伊怎啊小困？从文体上去医院的时阵呢，伊自视甲迄个台中较早迄个市长的太太，即个邵小莲，大家山，哦，敢若安尼，伊安尼演的戏演了足激动尔，亲像讲安尼，安尼起落，安尼起落，那咱的心脏安尼起落，会站袂了呢。咱有哪有一个，亲像心脏在跳偌济以来，咱的血压偌济？血压悬遐有一个标准的规定呢，所以若身体状况心平气和，啊若气和体柔，啊体柔血通，血通身体健康，啊健康就烦恼少，啊好事就来。哦，若是咱身体状况啊，首先咱的身体若大家一种平和，哦，咱若讲人咧艰苦，讲要笑会出来，足艰苦的呢。我拢讲诶，喙齿变空空啊，痛起来要人命呢，吼、所以呢，伊嘛讲温柔讲人之不良，柔软人良，成机，吼、就是一种成机。安尼讲呢，咱能心平气和，这个温成温气哇，咱讲人之本，咱想连土地做事的人拢知影哦。那做事嘞，要甲伊落种嘞，不管是种番薯，不管是种甘蔗，还是要果子啥，是毋拢爱甲拍迄个骨啊，拍一个迄个鱼老一过老咧做事的讲，爱互土质松软才能播种。哦，迄个种树啊、叶黄啊，伊拢爱土质松软。哦，伊才有法度哪种做就对。但咱若想，迄就是生机，所以咱会当看，哦，迄树啊，哦，足翠绿的，足翠绿的，咱甲看迄尾啊，生机哪强啊，足柔软的。啊，咱人的身躯嘛安尼哦，你看迄囡仔吼，安尼讲有时啊，你用甲用倒向尔无要紧的，啊，老人的若较退化的僵化、硬化，会安尼袂老化。所以囡仔充分了生机。伊安尼身躯安尼绵啊，讲大家都足舒服的。哦，啊，咱若机会有啊吼，互人来讲，到底才有运动。你囡仔咧来跳对吧？骹像咧表演电视，我变咱咧转来吼，我家己听一个咧。吼，互我讲吼，那比如说时啊无即个小可无做吼柔软，柔软就对啦。互我讲吼，即个骹腿爱怎啊受重伤。但是过了，我家己听着讲，唉，我无代志，安尼好，真正一工安尼。我真正重点讲身躯咱想要爱有柔软，比如咱咧，人咧学者人咧讲啊，讲咱啊血路若袂通就会痛，啊若通就不痛。啊，共款哦，有对咱的心神哦，讲心神若无稳，就是无，心神不定。心神不稳，谓之愚。意思就是讲哦，咱的这个心智啊，袂活泼，袂灵活，安尼就是无啦，无聪明，无智慧。所以伫这个当中呢，咱想这个柔软偌重要，因为咱家己甲想，人啊，咱若棉被是用爱安尼困咧棉棉的，吼，无人爱吼安尼手牙牙啦。若讲即个人吼，敢若有仙人掌呢，人安那敬而远之。啊，若即个人吼和蔼可亲，逐个都想要甲伊做伙，逐个都想要甲伊做朋友。所以呢，温则邻亲，在人际关系吼，即个人吼善良啊温和，人就讲人爱甲伊做伙。咱15条回归内面有讲，
谦恭和蔼，就是这个意思啦吼，是这个意思。因为咱人啊，若心灵气和，心和气就袂生气，就迄两方面较讲啊，心和气就不生气。哦，咱人的心啊，那内心呢足祥和的，其实咱讲啊白话讲，咱人若笑，咱的嘴啦，smile，若笑，绝对是袂安尼啦。自然现象，因为咱的身躯，咱的内心有欢喜心，足感恩的心，才会生气。啊，咱若有心，就袂起无心。简单讲，咱若有慈心啦，咱若有慈悲的心，绝对是，这个身躯后面何爱讲呢？无可能当时也要生气，也要生气，也要欢喜无？太阳出来，乌暗就无去，吼，电话灯内面的暗就无去。电话无去，自然就暗。这就是这个道理。有心拿出来，菩提心出来，自然无心就退下，无心就退下。所以讲，咱人上惊，心无和啊，没有达到平和。这个杨定一博士啊，杨定一博士就是这个王炳廷的囝婿，就是讲吼，伊是一个27岁就伫美国领导吼，迄阵最年轻的一个国家科技内面这主理27岁尔，选个医学博士，无简单哦，无简单。伊就安尼讲，咱人的心中若充满了关怀、慈悲，就是讲慈悲喜爱心哦，讲连伊的心脏这个调整，拢会感觉一种和谐的状态。连神经系统连咱的神经达到平和的状态，会安尼袂？会啊，因为咱求道三宝是安怎讲？求道了，若无去做歹心动行，讲吼伊会生软，往生的时生软如绵。因为伊所产生的，因为伊大家相合，伊对正门出去像一个君子安尼。若有人甲咱邀请讲要去出国旅游吼。笑眯眯啊！若是有乌白无常，摕骹口手头要咱练，就紧张啊！所以普通一般若有求道的身躯，就是会哭哭。普通一般无求道的，因为伊面对正门出去，伊面对县管遐出去，伊对这个所谓讲吼，这个眼耳，这个对喙、对目睭、对耳仔，可能对这个面员工接出去。所以呢，为了修行六道，因此咱而且要比注意这个程度，但公益心格局就不大。咱今日讲公益心，就讲心拢向外对中，心拢对名利，安尼格局就不大。咱今日讲，若是相合，他讲参地就爱有柔软，才会当正面嘅。咱的心就爱柔软，才会慈悲。哪柔软，其实呢脾气哪好啦？脾气哪好，福报哪大啦？这是自然现象。所以呢，咱今仔来对着各位浅显，中昼咱无带厝，甲困，咱礼拜有去佚佗，咱无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咱来对着要创啥？来当就是要讲咱的人格做一个转换，做一个提升，互咱变成道的人格。咱本来人格安尼。咱做人有人格咧，咱即摆就是要上升咱是要不间断咧，一直研究道理，一直听无病心呀，在此关系咱要创啥？咱要讲哪来哪提升呢？人生的生命是加分咧，毋是要减分，毋要跌落的呢。所以，如果头拄仔讲咱若拢是。有心，拢是慈心，当然呢，佛菩萨一直行的就是菩萨道，就是要道家。若是讲无转，不但无转，佫减分，佫扣分，当然就是对了，当然就对了。所以讲呢，伫这个当中，互我感受啦，温和的个
性对咱来讲真重要，但是呢，咱来先了解讲，其实咱情绪对咱的身体影响偌大，情绪啊，影响偌大，这是对这个网络救出来。咱今仔暗暝医学讲座，咱大概你甲了解着无？人若毒素、压力、畏困，还是讲全部，这拢影响一个人我甲讲有个人困眠无够搁精神无好，伊足紧就感冒着。伊若足欢喜，虽然身体足点休困一下就好。所以讲，咱毋茫看这压力呢是安怎，即个人，困袂去啦，忧郁啦，拢遐济，因为伊压力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疏解。所以讲，伫这个当中掠遮若有啥物无好的，伊产生就是无好的成果。前2日另外一个课题就是，用讲咱人嘛。咱人伊的正能量，就是讲，我足喜悦，我足理解，足慈悲的，伊的能量拢几百。比如阮是1000分的话啊，头拄互我讲啦，拢正能量，拢加分，拢向上的。若是讲生气啦，绝望啦，放弃啦，还是讲骂人啦、凊愤啦，忧郁。伊拢负能量，遐有一个班表的，有一个表的人，迄是真正研究出来，毋是咱中老师用咧讲正能量、负能量。其实咱人自心当中定产生一种感恩，在咱自身伊拢像咱来学堂就是讲正能量，就是很大的能量，很大的能量，所以呢。咱看咱解讲，情绪对一个人影响遐尔大咱来甲看因这两个咧创啥？各位姐姐，因两个创啥？看就知影互较去别人就因为因为爱透过反应嘛，互我就因看，到这我们看，咱看咧咱就知影，因两个条件无？因两个条件无？因两个徛足近，但是，即个有大声无？遐看就知影，都足近啊，敢会遐大声？因咧徛较近啊，哪会遐大声？因为心的距离太远，所以收不到爱的信息。虽然徛足近啊，这样徛足近能够轻声细碎就好啊。毋过咧，都爱用大声，因为心太远啊。袂远了，伊阁无法度接受着，伊的迄个接收器动足济啦，无法度相通啊，所以伊迄个爱，其实咱想尤其咱这互我伫遮逐个方面咱后学的同修就是咱后学先生来真个咱拢会对咱上亲的人包括对爸爸妈妈对咱主讲话语气，算讲像个人较熟的人个安那，口气的有时爱大声会袂？会互我声音入不左右头前互我声音。咱有时啊往往拢甲咱上亲的人，其实上亲的人敢是上爱咱，敢是？真个呢，咱若有透过学道理，咱家想，其实上亲的人应该是上爱咱应该爱去更加去珍惜。咱应该去更加珍惜，因为有时一寡代志包括咱的前辈遮尔甲咱疼惜，希望甲咱前辈遮甲咱疼惜，无第二个想法就是讲，爱咱修学道理爱咱辛苦做做各位前请敢是安尼？真个呢。我感觉讲，今仔日咱徛伫遮，以至于这个大家伫遮共同勉励，其实就是前辈像过去安尼，爱着我们、护着我们、疼着我们、哄着我们、捧着我们。
上面的，吼。啊，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如果讲咱若对啥物代志伤执着、伤在意，你若抵抗迄个力量哪大？就是讲你若哪受了，台湾话一句讲啊，你干干啊安尼，无我干啊吼拼，意思讲伊的反抗会哪大？会安尼袂？袂哦。啊，但是呢，所以人讲万物静观该自得，有时啊呢，烦恼当吼你心静落来，咱有看着咧茶杯啊吼，不管啥物滚水啊，还是讲果汁，你伫甲拉，到尾去泡到时，迄心嘛是安尼呢。你伫甲切，伤口都要好啊，啊，搁拄仔一摆搁安尼改好，伊要好啊，搁伫倒搁受伤，你自然甲囥诶，静，伊就自然诶坐清。所以讲，伫即个当中要好，咱较想要安怎好，毋是去要求别人真正好气，是来自于自心诶好气，去用心教去感染别人。所以讲，伫即个当中，互我呢用这三个茶杯啊，大、中、小这三个茶杯啊，咱来看吼。伊三个茶杯啊，拢共款甲滴一点即个红即种色料甲滴落去。这三个茶杯啊，拢滴共款色料，滴落去伊个色味敢有共款？有共无？咱来看会。即个因为较大杯，所以就较正。啊，大中杯较深，搁较细杯较重。互合起来，就是以即个来做参考，咱想吼，茶杯啊，共款色料，茶杯啊大细桶大细桶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个心态无同，伊遇到共款的环境伊的结果会无同。你来，咱来看，伊物理现象就讲，因为茶杯啊大嘛，所以伊的色料伊就较浅色，啊茶杯啊细，伊的即个色料伊就较淡色，敢是？共款心胸若哪大，咱即摆就爱去照着外境，来引咱的心境啊吼。但是伊的心胸若哪大，自然拄着代志，无啥要紧。比如话讲，咱即个空间足大，放一堆椅仔伫遮，袂感觉定位哦。如果讲咱的客厅一角间啊，毋免讲厅遮济了，放一条入去话讲就啉袂入去啊。互我真有去过迄个厝吼，坐咧放去骹出来烧热的，咱想连一条这要去放就去放。共款咱的心若足狭窄，很狭隘无？一句话就赞袂掉啊！所以讲，人咧一句话一个感情，咱咧赞袂掉，是安那？是咱修养无够。我会记哩一个前辈才来咱大伯应酬来讲，尽量想办法，互咱的桶啊，咱即个桶啊，就是讲咱的心中换较大桶的啦。有影无？我迄阵怎啊形容较难？顿悟，感觉讲有影哩。咱若所在因为我有去神威道场嘛，神威道场，各位先生咱有去过无？东南亚最大的神威道场。迄阵拄啊即个神威道场啊，前尾有一个前辈只讲咧义卖，义卖就有一条刀啊，有一条地刀啊。讲义卖咱当然就袂像伊外口买物件出价嘛。我就讲好啊。既然咧义卖啊，我就讲好，我迄条囝，我就讲好，安尼买嘛，伊讲要送咱一条迄个实木的椅啊，对啦，就讲好，安尼甲咱送过来，反正迄细甲了啊尔，嘛是一个，嘛赞着着，家己嘛有物件呢，结果互我等伊运来时，互我惊着呢，因为迄阵互我离啊看是一条囝。结果要入来，像咱即个门别入来一个，爱对地公门。伊味较细条嘛，我怎啊体会一个物件？
为一条啊，其实是足大条，所以爱开电动门吼，才有办法甲迄条地砖啊搬起来。吼，共款哦，咱的心嘛共款。所以有一个呢，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头路袂顺时，啊感情受到挫折，拢袂顺时，所以伊足艰苦，伊就要来行地路。啊，毋过伊要行地路，进前佫有想着伊有一个阿嬷真疼，所以伊就想要去看阿嬷最后一面啊。吼，啊伊去嘛，才有上甲伊的即个苦楚艰苦，全部讲出来互因阿嬷听。阿嬷吼真啊，姜还是老的辣嘞。吼，阿嬷吼，老公老吼，迄盐椒啊吼，免看大粒嘞，吼，老公老迄姜诶，老诶较咸嘞。阿嬷就开始听一骹汤哦，伊就要来交代即个查某孙啊。伊嘛无甲囥讲啊，你着看开啊，你着安怎，你着对啥？伊着呢要准备吼，即个丰富诶物件，请即个孙诶啦。啊，伊着煮菜头啦，然后搁撒卵啦，然后搁泡咖啡啦，哦，很时尚哦吼。结果呢，阿嬷就问即个查某孙啊，你看即个阿嬷煮安尼，你有啥物感想啊？啊，即个查某孙看阿嬷到底在搞什么东东啊？吼，阿嬷就甲伊讲啊，你有看共款水咧滚吼，迄菜头滚甲滚，菜头会安怎？会烂敢是？吼，菜头会烂。啊，若迄鸡卵落三仔骨会怎？迄本来鸡卵内面是面两清两面拢软薄薄的，但是三仔骨鸡卵就哪硬？吼，安尼啦。啊，若咖啡遐水吼，甲烧咖啡安怎？会通讲讲，所以有人讲啊啦，迄个边口去食敢是？吼，伊就甲因查某孙讲，希望吼，我问你，你爱做菜头，还是做卵，还是做咖啡？迄人互我吼，我要做咖啡。吼，意思是讲，共款拄着环境菜头，环境安尼来尔，就调伊啊，就烂去啊。啊，鸡卵哪啥，伊就搁坚强起来啊。啊，咖啡呢，拄着烧滚水拄啊好，吼，通讲讲，嘿，这内面真有意思，所以讲心境若无共，拄着环境的时阵，伊会因会反倒转了后心情，所以咱有看到迄个回印象。白问上书，白问上书红误会，讲吼，甲元月生囡仔，哦，这修行人红误会，安尼足严重的呢。白无红你较乌呢，红误会呢。迄若有时咱有叫人甲讲，咱就斩袂掉啊，何况咱无安尼做，人甲咱误会一个白误要甲你较乌，一定爱甲你说清楚，一定爱互我一个交代。但是白阮上师无，在受气啊，咱共囡仔等互伊，吼，伊嘛讲安尼呢，啊伊囡仔带来囡仔袂当讲无食呢，伊爱搁去庄内去共化缘，化面就对啦。哦，人骂一个搁较忝，吼，人咧看差一个搁较捡着头尔，吼，骂一个搁较忝。但是呢，原月因即个千金小姐，咧思念。即个囡仔，到尾才讲，即个囡仔，毋是我爸爸我骗伊的，毋是甲恁的朋友啊，会问上师有话啊，伊是甲一个少年的有话啊。哦，甲一个人搁带来庙时，要搁甲即个囡仔讨倒来啊，讲啊，我误会，讲哦，伊嘛互安尼呢，哦，这心境哦，差大尾啊呢，无生心拢袂发生代志。吼，拢怎啊变无事？大事嘛化小事，小事嘛化无事。啊，若是凡夫呢，真正无事嘛会变有事，有事嘛会变大事，到尾不可收拾，会安尼袂吼。咱浅显哦，咱真实哦，咱浅显伫大马顶落来的时阵呢，伊甲人车相提，哦，是甲人车相提是对方家毋对就对啦，哦，伊颠倒家己背失咧。对啊，看伊有受伤无？啊，迄个人家己背失，家己注意毋对要甲吼。啊，无要紧，两个人平
摕3000块的几千块的，讲哦，安尼吼好好，安尼大家无平安就好，安尼是袂无事。啊，话本来小可车，敢若超车安尼尔，话着拍甲讲甲流血咧，大意咧。毋过招一个朋友也加死安尼，有无？哦，所以讲修学哦，互我拢感受咧，修学来道场咧听道理，毋免讲甲以后开悟想要做错代志，敢若伫咱日常生活，甲咱的厝的东西也好，甲厝边也好，真正伊就会当互咱产生的正能量，互我感受的呢，真诶呢，因为有透过道场的洗礼，像过去，互我呢拄着环境因面的事，咱讲中风迄阵爱照顾，伊身躯吼互我了解做生意固定，伊楼顶上面所，咱互我知影去要甲洗，伊互我对迄种足敏感。哦，就会着要吐的，家己囝要甲用着要吐啊，佫好好老人。但是呢，咱有受过道场真理的主人啊，互我迄阵当念的念头着甲讲哦，用迄个四脚椅啊，咱咧总讲学行四脚椅啊，互我呢就讲，爸，咱会来行吼，因为我无够力，互我无够力，就咱陪咱讲，吼哪甲带。我沿路安尼吼，拢迄个误会来到诊所，我讲爸，你换好，我甲你洗。迄阵你嘛袂去挂手套，你嘛袂挂口罩，就安尼甲洗。其实迄阵哦，不倒来规只同我迄互我而且会当讲袂讲话哦，真仔对不倒来就要痛出来安尼哦。毋过迄阵哦，一个念头佫倒起来哦，我真是咧洗一阵血，我真是咧洗一阵血。好，咧洗一阵血，一魔，心垢不除，空一魔。安尼甲伊洗，哦。嘿，像迄个本来到车，怎啊个消，互我即个印象足深诶，所以咱真正为道场，到位浅显，会当将受咱不光的普教，受咱名书印记。咱的名书就是要互咱名声更较光明。受名书印记，咱开始有不可思议的书信。所以咱即帮法存爱甲坐稳，坐调，大家无问题。哦，安尼呢，安尼才无辜负咱有遮好的因缘。我真诶讲，心态无共，到尾仔结果就对是无共。心态是光明的，是积极的，是好的，到尾仔伊一定成果，一定是好的结果。当然啦，若是安尼，心量若哪大，总讲心量哪大，对于外口影响力就小。若心量哪狭窄，既然落就是看袂清楚，若心量大，看哪清楚，明白，你就知影要安怎做，袂受影响。所以一般人拢会知影讲哦，有咧讲啊。若福量若大，福就大，敢是？因为人讲有量就有福啦，我这个前后20-30当时就拢咧听过，但是咱感觉体会一句，咱拢知影讲有量就有福，但是咱是咧反问家己，咱想要有福，就爱有量，量就爱摊出来，真正透过修学哦。要互咱开体，咱即摆叫做体育班，这是体育班，就是要开体智慧，无普通一般，咱若还袂听到的时阵，拢讲眼睛是灵魂之窗，目睭是灵魂的窗仔门，但是都袂晓讲哦，这灵魂之门在哪里？这就透过修学才会去体会这种理念，所以心量哪大。心量哪大，哪就袂受影响啊！而且，家己做一点普遍啊，佮人的，咱知影，咱人的心啊，像拳头，这个心脏像拳头遐大尔，
若装了是非，就装前了，就简单讲吼，底袂落正事啊。若底了烦恼，就快乐，就无法度啊入来。这就有自心，就无无心，吼，有自心就无无心。所以讲，伫即个当中吼，我感觉讲，咱爱善待家己咧。老一辈讲较艰苦，艰苦也咧过一天，欢喜也咧过一天。大家嘛要选快乐，敢是安尼？吼，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伫遮修行呢，听道理哦，咱来道道啊，关照自心，吼，关照自心啊，关照咱的心，咱的心是安怎？修行道听道理，毋是一直用歌，是要看家己，认清家己啊，吼，认清楚家己诶。咱来以心性相论啊，佛道啊。头拄仔讲温和，即摆咱对心性来讲，佛道世尊，以后若要教伊的弟子，伊讲总要修炼以心调柔，才会依说法。伊拢会叫兄弟姊妹，吼，就像咱若咧求道的时阵啊，开始啊，平心静气，贵听读表。有无？咱有印象无？板凳有即句啊？哦，板凳拢会安尼讲哦，讲爱平心静气，就是讲要调啊柔和，要像咱手机若要听了所事，这个爱频率爱调愈好，因为咱人啊，失了中啊，哦，即个像咱天平秤安尼。这个就伫咧中呢，伊则袂像跷跷板，哦，则袂像跷跷板安尼呢，哦，那这个较重，伊就对遮对咧，就是要互伊呢，离这个中，讲地中哦，要互带中，要甲调柔，哦，要甲调柔和，啊，咱呢，玉组赶紧来面啊。迄个慧能将军无，要去对六祖慧能大师要甲伊讨咧，要甲伊唱迄个衣歌。啊，到尾啊，六祖慧能大师伊甲伊的衣歌放伫咧石头上啊，哦，伊甲放伫石头上。结果呢，即个慧能将军，一个将军伊的身体是足重的呢，竟然迄个衣歌，吼，就是讲法衣啦。迄衫摕起来就重，哦，人咧有天气的，就是随七当着，随七当着。哦，伊讲伊为法以来，慧能祖师甲伊讲，你为先一念，迄嘛是咧调柔呢。你毋通较生啥物念，你平静自然，敢若亲像咱各位浅显境界伫遮，哦，咱甲安静来，无要紧，互伊走，哦，互伊走无要紧，因为囡仔就是伊的本性嘛，吼。囡仔伊的本性，伊咧才会当表现伊的天真。啊，咱大家拢甲看吼，伊会阁走人欢喜，来安尼吼，因为这是正常的，所以好顺其自然，好顺其自然。六祖慧能大师就甲慧能讲，你有先一念，同款哦，佛陀世尊嘛是叫伊的咧弟子爱调柔，才要甲伊说法。咱比如讲啊，这个杯啊。即个杯仔若底甲直，敢要倒会落？倒袂落。即个杯仔着爱磕咧，伊才有法度啊底物件。所以讲呢，有一个教授啊，吼，一个学者要去找上师请佛法。啊，上师呢就泡茶要请即个教授，即个学者。啊，即个上师一个道讲师傅啊，这甜啊！伊就咧甲伊暗示啊，因为规个头壳内啊，规个头壳内拢底甜。咱讲啊讲，底甜拢家己的看法想法呢。若无甲伊咧放下，物件底袂落。佛陀世尊还是讲咱求道迄一工要讲啊，平心静气，过天读表，无非就是讲要甲伊慢下放下。有影，互我感受。是安怎咱讲修行道要互家己提升？咱讲咱爱亲像学生，
进步，咱爱亲像学生，学像青训的啦，亲像青训的学生。因为咱人哦，咱人有一个现象就讲，咱人家己青训，家己吐厝，家己袂晓，咱讲太谦卑，我感觉讲足歹受的呢。袂晓自卑，会晓骄傲，无钱自卑，有钱气盛，会安尼袂？这呢是济少呢，无着做单经内面来讲哦。咱有无好心、骄慢心、恐高心、不善心，迄内面安尼写，内面就有嫉妒心，有骄傲心内面，这拢在讲咱一般的兄弟姊妹众生心，咱的白白的。所以咱若学像青物的酸啊，青物就是吼，学不如初心我白领鱼，这个青吼，还阁袂晓哦，伊就会较谨慎，较谦卑，所以连写书法啊、写毛笔啊，拢有一句名言啊。等下毛笔的，拢有一句名言讲：因生而雄，因熟而熟。伊哪安尼讲？讲哦，因为呢，这就是讲人开始学写啊，袂晓啊，袂晓会安那？袂晓哪会秀？毋是秀气，就吼较谦虚，较谨慎，所以看起来安尼就是咱咧讲的文质彬彬。即摆呢，因熟好，家己足会晓啊，就会啊，随便啦，台湾啦，就凊彩安尼是互相，足有意思的。我感觉讲吼，咱修学课吼，真诶会当触类旁通，因为我呢，阵仔有去咧学习书法嘛吼，会咧感受到，到底是比咧头前，还伊咧头前。咱若有甲深入中间的，其实一切拢三界如心造啊，一切唯心造。所以这心的调和咧，对咱以后修学的前进提升，拢有真大的关系啊！吼，所以要达到温和，其实呢，咱修学听道理，就是要安抚因心，要调和咱这个个性，咱这个脾气。所以连民主哦，民主篇内面就安尼讲，我若对人足好，我对人真有礼貌，我对人也中，是安怎人搁对我态度无好，搁对我安尼讲话也无好听，那安尼反省讲我也着不仁，无不仁，嘛无不义，嘛无礼，伊搁照常对我安尼时，伊讲嘛。安尼就变差别啦，因为安尼对方可能就是无明，或者是轻视啦。就讲到安尼呢，因为修学到尾拢爱反求诸己，就是讲自反啦，自反。家己反省家己不容易呢，我感受的呢，咱有时啊若咧讲厝。甲人咧讲话，咱拢几乎咱的心向外，少来为家己开导来问家己，来想要改变家己。所以开悟者、圣者，伊咧提升啥啊？因为伊的心思哦，拢来调和家己。所以咱连咱这种老师嘛，安尼甲咱讲，人甲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伊讲，人甲人之间相处，若有一寡无愉快，有一寡无欢喜的时阵啊，讲忍之以口，恁来啊，忍之以口，忍之以面，面的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即摆无内心若生气面一定喙无讲，面嘛变会安尼袂，伊讲忍之以面。
脸部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进而咱真正咱的心无一点仔介意的心，安尼咱的修行就一点功夫了，无简单呀。因为人甲人之间相处，而且要讲调自己，要自己反求自己啊。我感受呢，心啊到尾仔要了解家己，要改变家己，反省家己，装点家己，才有法通成就家己啊。所以，咱而家心如天空，无所不包容，无所不用，手啊刀。是安怎咱讲咱的心讲亲像性海，咱的心会当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咱想即个妈妈妈妈对囝互我感受的，妈妈哪会讲妈妈足伟大的？因为妈妈迄份爱，但是妈妈迄份爱是一种自爱尔，其实粉是大爱。迄妈妈若咧对囝爱迄真正囡仔的味放出来外人会感觉足歹味。迄个妈妈有可能佫摕出来甲评判，伊这有酸无？有安尼无？有诶，当然即个少年查某安尼无啦。老一辈就是讲对囝的关怀，但是咱修学要安怎讲互咱的心胸有法度来开启较大，伫而且修真落内面来讲若要育学生就爱学即个学水土，因为安怎会学水土？因为水就是安怎？分子不去水你甲底咧4角干伊就变4角干去；水你甲底咧3角干就3角干去。不管安怎，水呢去到倒位无？你便所水也是水，要甲拍果胶也是水，爱人的。要转药也是水。所以讲爱学像水，安尼去到对无所应用。食了不啦，伊底有滴，伊佫照常沉进去。迄叫做水电嘛。若讲爱好像土呢，土咱像生在万物是论自爱，所以才会讲母亲像大地啊。若天啊讲就是亲像有啊，哪会讲安尼讲？所以而且修学呢，伫即个当中我讲即个道啊，这内面有细杯、中杯、大杯，就是呢，伊拢有法通包容。有法通包容，其实嘛是互相而成就啊，互相而成就咱要大家温和，即个爱平心静气。互我头拄仔讲，求道迄讲就甲伊讲平心静气过日了，就是要跳出剧情数，因为咱的心拢真容易入戏啊。小看物件来，有时仔捌互我下点几人前捌一个讲师伊就伫咧外单位上做，伊哪会晓拄好，其实伊是无心的啦。伊就讲像有个人就会穿甲露背装露什么的，讲甲合背其实呢，这个讲师其实伊完全无心机来讲，伊是咧用一个意来咧代表讲为人，伊安尼而且引起犯罪结果哪会知影迄讲拄好有一个听宣传新的，伊穿甲真辣妹真辣妹呢，听到一半伊就离开听到一半哪离开？伊转去就甲伊咧前辈讲，后摆莫阁甲叫迄个讲师去了，是专门咧讲我啥物咧穿露背安怎。互我呢，就是听着人咧讲，迄个前辈遮伊讲了就讲真正这爱是谨慎的呢。无形中呢，其实伊绝对无家己摆面的意思，伊是咧比喻。哪会拄好迄个人拄好迄个电视咧演，伊怎啊伫咧剧情，伊怎啊对号入座，安尼
重心会呢，小可仔随会去插一骹呢。如果讲咱今仔若无颠倒的思想吼，咱今仔若清净的心，没有那个磁场。比如讲啊，你若本身食素斋，人咧讲啉酒，酒偌好食，你敢会去食？会呢，不会。那是因为咱的心有迄个磁场，今仔即碗若是水，才咧带大家泡行，到面倒袂。但是即后若是气流，带大家拍咧，会倒袂？会。所以是看咱有迄个磁场无？咱的心若是无即个平常的思想，无众生的思想，是自悲喜的心，其实呢 ，OK。头拄仔讲心量大，大海吼，你甲一把盐，一把盐，一车盐，甲讲话有影响无？无影响，一点都没关系。电视咧讲个，较济来嘛，死无够，有无？电视咧互伊妈妈遐仔咧讲个是安尼嘛？咱的心若足险的，真仔小可一个代志无，就咱讲的天土地了啊。但是呢，像佛菩萨咱弥勒佛吼，伊重视的是重视生死的问题，都无受影响。所以互我有看过呢，叫做慧能大师的《慧能传》无，伊《慧能传》，伊迄内面的角色，咱看着真可怜的。安尼，伊一个叫做什么辉的，因为迄个拍蜡的人拢是足粗鲁的，行为就讲迄粗野性，毋是伊爱安尼，是伊著环境著自然迄个因会安尼。所以呢，讲着话拢要欺负这个慧能就做呢。但是伊著我咱讲清净的心无受影响啊，所以咱会讲。生活正面良力，平心静气，就有法度生发正面的念力。优柔清明的智慧，改变不离烦恼。有影哦，咱想要一切要改变，真吼，咱手仔静咧，要定睛嘛，你袂使伫遐无所在，嘛是爱静静。所以咱慢看静呢，其实静的这个能力，咱咧讲颠倒吼。颠倒人甲人之间，较最高的迄个抵抗是有来有去的。两个咧想咧，像多两个咧想咧，我明日未来两个拢赶紧爬去，但是颠倒是迄个啦，静静的颠倒伊个力量较大呢。咱家己去来想，所以哪清明，因为平心静气哪清无，水串流，颠倒哪智慧哪无较欢喜，典型。所以哪静呢？伊真仔静甲定位整齐的，定位整齐。因此，这个平心静气，生命咱这个自心中静体来做主，来做君主，来做指挥，也是互这个小人、这个情绪、这个人心来做主。当然嘛是咱自心当中来做主，才有法度主宰呢。若人心欢喜着笑嘎嘎，若生气着气不愤，安尼呢？安尼可能代志呢会哪大条？因此，伫这个当中，互我感受了，是咱的心若无够清净，无够净体，是毋是咱加伤侪色料啊？就是讲，咱自心呢本来代志足单纯的，就想足济想足济，念足济，所以呢，看代志无够单纯。难怪咱老师有甲咱讲啊，要用心，但是不要多心。爱用心，爱认真，但是莫多心。伫这个当中，人多心，这个怨气呢，心埋怨的心，伊就会生出来。所以埋怨是心灵的暗症，伊会死光人的。安怎讲呢？这个埋怨敢会吸咱人的，伊埋怨像土一样，伊会吸咱人的信心、希望、光明，伊阁会抢走去讲咱人的
应用的哦。所以呢，真正头拄仔互我讲，迄个情绪若无好诶，有两到尾啊累积来久啊，伊真正会产生呢身体、白体都袂健康啊。所以，较聪明的人、较有福报的人、较有智慧的人，他会懂得善待自己。善待自己，袂食好，做功课，袂拢去 shopping 去佚佗，是互家己真正活伫咧自由自在当中，毋是互咱来咱逆比学心意，伫遐咧操作，是当家做主。哦，哎呀，爱自身有道呢，要讲当家做主呢，咱厝讲，迄做当家做主，是自身有道。哦，人讲诶，因为你清清楚楚啊，比如讲。青口数息啦，啊有个人啊青口数息无偌久若上班呢，就讲，哎哟，啊这虾啊足香的呢，啊这烟肠足好食的呢，安尼甲你讲，你嘛袂甲伊，啊你嘛袂爱甲，因为特别爱甲伊凊遐啦，安尼讲，自然就认清过来，我会去过去做生理的时啊，啊做生理因为食饭的时，拢会盘来店遐下布店下来食。啊，有一个呢，伊本身就是双的博士学位，啊来店买物件，啊伊竟然应该这是基本的礼貌啊，应该基本的礼貌，目睭看到安尼啊，佫竟然甲互我低压起来，啊变讲，哎哟，你这敢若亲像肉咧，安尼，互我呢，互我感觉讲这差伤济啊，互我基本都免家己，啊因为互我就请小姐，啊小姐讲。笑诶，伊个足无礼貌啊，足无规矩诶，安尼，啊我讲，毋知就好，毋过或许呢，到尾有咧道理，因为伊迄阵是中旬嘛，中旬上班正该大船，不过我嘛，即点感觉上艰苦，就是讲，迄阵一礼拜以来，安怎讲哪会客，其实人会当改变，哪会客迄个时阵，迄阵我毋甲印啥，啊毋过伊来拢会。拢会知，伊知影咱咧行即条路，爱甲伊讲，啊前辈才来好，家准备规划就对了。搁伫伊还袂完全答应咧求道之前咧，一礼拜前啊，伊怎叫拖班车，哦，怎拖种长咧，长场伫遐就几箍尔。哦，迄摆互我内心真艰苦，因为互我就想讲。如果伊若去倒，可能会当拖过迄劫啊。啊，因为吼，迄阵呢，感觉讲无够积极啊，无够勉强伊较紧求道，所以呢，伊咧正礼拜，我感觉心情平淡。啊，咱请迄小姐吼，伊就讲吼，小个你敢是惊着爱去收听？我讲嘛无去看就现场啊，无算要去惊啥？迄是因为咱有学道，咱知影讲。人来这人世间若无修较像安尼，伊就是吼，所以人生充满了无常吼。伊就是暗时离咱小港要去一个另外所在要去点心，暗时11点左右去买，互拖班车。所以讲人生是无常，人生无常，但是为了悲观是要叫人把握当下。有好的因会爱讲爱珍惜，所以咱讲的讲善待家己，善待家己是要安怎互咱人生拢有合无道、合无理，哦，这才真正善待家己呢，哦。咱有看到，这个叫做火啦，火啊，若去甲这2点去掉啊，火这2点去掉。才是生一个人啊，所以人若有火，迄个时阵呢，其实是哦，智商是零的。所以人才讲人若咧大受期望做重要决定，这过去的古圣人咧创这圣人咧做伊真啊足厉害的，吼，足厉害的，讲若火吼，这2点去啦，真正有影，人若这2点去掉，伊的行为才会行动机制才会。哦，这优雅呢，互我搁写字，这
这真正过去的人吼，咧做鱼真正足妙的啦。这个叫做啥？略，优劣的略。讲哦，谁啊哪会略？谁啊哪会歹就对啦。就是减少努力嘛，有试过啦。吼，真正会当做侪味的啦，吼，会当做侪味的过去，咧创个生命咧做味啦，伊个内面吼，即个含义啊，足水的，所以连咱学无学字第一，连即个学字，即个学头我讲学，伫咧北话内面，伫遐咧种，咧学啥？了即个叶啦，是看即个看地内面，伫遐种久啊，伫遐咧种无？哦，我感觉讲，若听前辈咧分析这我拢感觉讲吼，伊比较安全。咱若无想法，咱会去体会即种味啊？袂晓。较早即个学习的时，老师讲只约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听到道理，晚上死去，没有什么遗憾。好，打勾，是不是安尼？学到了这了闻着识可以，会早听到道理，暗时心里无危险，是啥物道理会互感觉无危险？就是咱听悟人生见性，咱毋则无危险，无道理话吼，嘛有差理嘛有歪理啊，敢毋是安尼？所以唯有真理才不变啊！咱道理吼，道理是足侪种啊，吼，理足侪种，所以了闻道，迄个道是咱自心当中真正要来回归人生变成一条路。因此，这个火啊，我感受的有的人拢咧送火啊，哦，像天气真热啊，这两日仔是风台顶天气有够稳哦，啊，迄两日仔真正吼，迄小朋友讲去迄溜滑梯安尼尔讲，后壁讲啊烧到碰趴，有无？是无？讲溜啊去遇着迄不锈钢拢碰趴，啊，咱想这天气热，人的天气嘛跟着暴躁起来，下袂？即个人敢若小可无耐心呢，迄食饭吼，食饭啊，敢若安尼排队，安尼等伫遐坐伫遐等队嘛咧受气呢。伊做侪工程，我就听着讲，伊伫遐点菜等啊，出菜较慢尔来尔，就讲我无爱食。哦因即个店家呢，讲你无爱食好啊，反正别人都无爱，伊像我要空走，你等我空走来讲，我要过来。哦，迄真正讲，咱咧讲温和，温和毋是想法讲吼太磨，连咱平素时啊，咱着运用哦。若温和着无事哦，若伫遐生心吼，真爱，遮咧讲玩火助火，就是安尼。所以讲，想法讲要人性如花，哦，要人性如花，真爱爱借一寡事物哦，道理，安尼来慢慢调和较甜诶。无道理像伊安尼讲无，讲道理安尼讲吼，凉凉啊，真正拄着代志吼，互我拢爱讲，铁啊牛啊人地才知影真艰苦。哦，拄着代志，竟会当发现到咱心境到倒位。我无讲，大家嘛知影讲，遐大家电讲袂紧张，但是吼，咱10个9个拢会紧张诶，迄着安尼，一日练吼，一日练到尾啊。要叫紧张嘛，袂紧张。想法嘛是安尼，借着民事物一直加上道理的研究，一直深入慢慢学习好他，经验嘛伫遐培养，嘛伫遐思考。做人爱像这人，爱像这个地沟啊，地沟是咩样啊？下面火在倒，顶面呢？顶面吼，这个下面火在倒，烧暗暗。还在吹口哨，或许觉得不容易呢。心态若好，命就真好。因为心态好，伊看拢光明明，看拢积极。因人呢，真正风台昨咱像咱大白天，今仔要开班，咱着摒扫。花骹破足济吼，破的着拢爱清理，爱拉衫的，爱拖，有迄个花杆着拢出来。爱用甲精神啊！
这个身躯乌索索，全部整理了话顶前了，啊然后拢爱换互我，都天咧整花咧收咧啦吼，啊无整理呢，不但今仔就要开班，嘛爱整理哦，这个互亲像咱兄弟姊妹来，感觉道场是真庄严的对。啊，这个土拢不了呢，到尾仔一个动作，一定爱用水洗，吼，要用水强就对啦，吼啊，就是讲，连咧台阶后去咱大伯顶唔知影，要去爱搁有一个台阶。啊，这个咧钻呢，咧钻就钻着咱迄个浅显，吼，有迄个毛毛啊，也无毛毛，因为毛毛就搁脱掉脱掉，搁前面拢落雨，当然落阳无落，啊，互我就讲，好，这浅显吼。因为家己转一个，身躯裤拢冻落来，我就讲啊，哦，这浅显特别甲你照顾，看你遮辛苦，想到甲你洗这个裤，这个头洗洗，有影就对。我讲你过去一定特别照顾我，你你辛苦咧，甲你洗，我逐个笑呱呱啊。咱想一个心态转换很重要咧，啊，若有讲啊，你甲我转到安尼，迄个做工课就做甲甲看忝甲。毋过，互我感觉讲，一个大家庭，一个活动，有道就是安尼，拢会较想光明面。所以这龚老师讲吼，讲心存善念呐，吼，心存善念，吼，存好心，天天都开心。啊，讲吼，讲若拢做好事，自然贵人与你共事。咱若拢做好事，就贵人甲咱共事啦，吼，啊若存好，存好心哦，我要讲，说好话，啊，人人就爱听你说话。咱若讲好话，啊，人拢爱听你讲话。爱好话，毋讲白个话。讲好话意思讲，讲迄个有人信心的话，有人信心的话，甲人鼓励的话，有道气的话，有神奇的话，有希望的话，真诚的话。真实的话，毋是干那讲人爱听的话，毋是安尼。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咱若做好人，顶天立地任重你。这里老师好人才的伊就安尼讲，我爱讲一摆。伊讲啊，讲咱若存好心，天天就开心。啊，若讲好话，人人爱听你讲话。啊，若做好事。为人以你用事，啊，做好人，顶天立地任用你。哇，生活就是生活啦，有影。不过咱若会当像顺这个好事，啊命好，好命毋是讲食好做辛苦好命，有个人做有钱，看到足侪互我看咱的浅显哦，哦，真个呢，我哪了解咱的浅显，我会热心哪结过咧。咱其中一个阿哥仔浅显，伊哦，我去病院看，才知影讲吼，伊内面早迄个人工尿袋哦，人工尿袋就是讲早咧身躯无排便，无排尿，我直接到尾连排便拢早人工的。啊，去倒去大病咧，去咧摒扫，伊咧做伊咧病房较好做咧。哦，伊讲爱推荐学生，但阮看讲，这真正即种思想观念若无吼，若无长期间的累积个心足强吼，有人倒伫遐倒来呢。有人就讲啊，我想干那食菜啊、豆啦、啊报喜啊是安那，上天无保佑，但是伊无哦，很感恩，很感恩。哦，互我吼真感动哦，互我要甲即种人讲做菩萨，特别咱去学习的。菩萨毋是伫咱种，伊伫咱周遭伫，吼，人甲人之间，其实呢，社会拢是咱的外教材，拢要学习的，吼，看着好来学，吼，看着无好做检点，安尼咱两句会积阴私，一言则有事。不管谁因为福因的，拢对咱提升，拢对咱进步，安尼心态好，咱的苗咱会好，吼，人来讲啊，大家拢甲你祝福。不好也不行啊，吼，好，所以习气若来啊，福气就走啊，哦，脾气若坏啊，看
所以呢，咱人要争气不生气。哦，有影是气啊，这福气呢，福气就离开啊，有影，所以福报无到遐。所以，若脾气若好，真啊，这个福若够啦。啊，若脾气若今仔讲若急性啊，急车就无滴，这个一定的啊，吼。咱第一点来讲呢，咱互我甲即个时间印象有影，做歹势过三种的来快车吼。这个强啊，强就是强劲，强就是强劲。这里就做大经讲，若手讲这个人心即不轻，常言好见。这个强劲毋是啥物人甲咱去讲，毋是啥物人，是家己自己愿意的对人强劲。毋是呢，点头拱手又作揖，这样叫做恭敬哦。吼，因为呢，像咱讲着做会开始哩，着做大经讲，若手讲这个人心即不轻，这个不轻就是讲袂轻视人，袂看人大细目，常言普遍就是普遍的拢对人尊敬。啊，咱这个恭敬哦，咱内心爱恭敬。咱自身有一个自性分，外口有诸佛菩萨，安尼恭敬。所以咱15条规第一条就是尊敬师父，敢是？哦，而且15条规第一条就是尊敬师父。我有师父，有形象的，哦，有师父，内有咱家己自性分。啊，往往是安怎爱修，因咱人会看相，吼，咱来看一个。影片咱会以这个影像上，吼，这是咧街头人咧测试咱人心嘛，吼。等下这个小朋友装较水，穿较水尔。就人来甲关出来啊，看伊是毋是迷路了，吼。啊，即摆来，这就开始甲装哦，装啊咧，咱咧讲拉萨配合在个，吼。啊，毋过伊遐徛一群啊，哪会拢无人来甲阮，像人咧讲吼，会记这个囡仔，即摆囡仔装到水水，啊，一锅水个。你看，咱拢会甲讲，哦，即摆来看，看着推大土咧，哦，连伊咧讲我要甲讲，伊拢无讲诶。这个是查某囡仔呢，是互人吼，人安尼伊讲咧，餐厅人，听餐厅人啊甲看是口水。以这个影片来讲，有时哦，咱人拢会以上吼以貌出名啊。咱修学道，其实拢要对咱自身当中内心去判断，因为咱的心若是敬啊，若是尊，对外口的言语啊，来尊敬啊，对这个人足重视，伊就毋敢怠慢啊。吼，这个一定的啊。所以，伊真正有真修的人，过去呢。一个叫做徐伯义，啊，这个徐伯勇呢，伊经过这个桂林宫的这个求婚的进行啊，暗时桂林宫甲伊的太太啊，这个男子就暗时咧宫内遐坐啊，啊，就听到迄个马仔车声，可能来，
然后无听伊车声。啊，这个魏灵公因太太安怎甲魏灵公？这一定徐伯玉啦。啊，魏灵公就讲，你哪会知影讲这个叫做徐伯无？因为伊讲吼，徐伯族的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经过这个中的面头前的，伊一定天外行礼。哦，啊，魏灵公啊，对吼。就叫人下骹手人去讲头拄仔迄台马车，敢是徐伯爷有影？其实真正内心真正有修的人，就是安尼哦。不管有人看无人看吼，有人看无人看，伊一定是安尼。啊，咱想，咱人吼拢希望互尊敬，互我感受咧。你尊敬迄个人，安尼讲诶，人中一个叫做起毛字，吼，受尊重，你起毛字。哦，听我一好，伊的感受真欢喜呢，真嗨呢。但是咱人有一个奇怪，我看着这个图片，我决定讲要甲扭出来甲兄弟姊妹做一个图片，要甲人扭落来，啊，家己先住下边，有影无？所以咱修学道拢希望人好，敢是？道爱人好，家己才会好呢。哦，咱有时啊。就是讲哦，生命共同体哦。有时仔会想法是讲，我来家己顾好的，提出因兜啥物人安怎？哦，这个思想哦，这个思想足自私自利的，千万唔通哦。有一个鸟鼠啊，伊就看着迄主人摕迄个鸟鼠，人嘛要下鸟鼠，伊就甲鸡讲啊，伊就甲鸡讲，哎哟，迄主人哦，用迄个。迄个鼠器要捕鼠器啊，鸡就讲啊，哎哟，这我也无法度。老鼠看到这个鸡仔会当个，伊就去找这个猪啊，猪就讲，哦，迄我也无法度，足歹势的，这个吼，其实伊的内心吼，讲啊，这八汉子跟我扯不上关系，伊就去甲牛讲。牛啊，咱共款迄个态度，拢无信伊就对，安尼。结果呢，有一个暗时，这个蛇呢，不小心从啊互这个捕鼠器去，这个蛇从捕鼠器抓着，啊，主人暗时电话无开，怎啊去呢？去怎啊？因为蛇去呢吼，迄个捕鼠器用着呢，我教着这个女主人，啊，这个女主人的骹。互大家着啊！啊，紧洗刷，赶紧去医院。啊，医院这个男主人为着要甲太太，吼，要听讲时阵怎啊抬价，亲情朋友过来来关怀，计照啊，换去抬猪。啊，猪抬只，而且这个亲戚这个太太一定互大家着啦。一定乌好哀哉，怎换台语？吼，要讲这个意思吼，咱有时仔会认为讲甲咱无关系，足歹势的。亲像咱甲看迄话讲复杂，连厝边复杂，住咧厝边都危险。这个生命共同体，就爱大家好，所以咱就讲讲大家有无？咱讲咱就讲咱大家，所以爱人好，家己才会好。菩萨因就是要甲别人有上欢，家己当时上欢。不菩萨因开悟了，因感觉人生可爱，要紧上欢，所以伊咧度人哦，伊咧度人，伊度人，结果伊生活是付出哦，家己到尾也有严重啊，成就家己。有安尼讲，其实咱的前辈者拢是话咧，互人看，因安尼咧付出，安尼付出，命的去。免个用时间，甚至家己落地啊，家己献钱，吼，去付出要关怀，到尾啊成就家己。咱看咱的前辈者，哦，摕个咧钱去买机票，然后去国外度化兄弟姊妹，哦，家己欠这欠个，为咱孙一定就是学佛菩萨的精神，真正是爱人好，家己才会好。如果若自私自利，像他拄仔，伊咧家己讲，伊感觉讲甲伊拢无关系。足歹势，
一定有关系，因为咱人生命有同体。哦，我昨就要甲咱的亲戚讲，咱拢平坐一只法船，啊，即只船会舒适，大家坐了才会舒适，敢是安尼？各位姐姐，嘿，实际就是安尼，哦，修学就是要学习咱的北长嘛，学习咱的北长，甲小爱扩张为大爱，哦，博爱、大爱、甲友情。毋是干关心咱家，啊那安尼菩萨讲，安尼迄阿罗汉安尼为是为教导来，真正顾个你尔，咱真就是要甲即个爱、即个能量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扩大，啊，将其实呢，最主要就是要气度骄慢心。那咱这敢若像一条行安尼哦，你对人好，这个行，你甲笑，伊就回过头来笑。嘿，要气度骄慢心，咱拢对人恭敬，对人有礼貌，对人有尊敬，真正有影呢。你若对下辈恭敬，你这个前辈才高贵；你对平辈恭敬，好势；对大家恭敬，你家安全。嘿，安尼呢？哦，所以讲呢，修学咱这个骄慢心吼，确实要对遮呢。要一了慢慢学好，师尊后代言来讲，乐而不惯，谦卑者，这来看方向，毋是按哪做，按哪念啦吼，按哪说了，毋是，是任劳任怨，哦，任劳任怨，真正安尼谦卑来付出，修学就是安尼嘛吼，修学就是安尼，过去的人是安怎讲皇帝，伊会讲官人。是安尼，伊讲官人，因为伊家己自谦，伊自谦，迄犯错业该家己辛苦。因为皇帝讲官人，其实呢，若无因为较早做皇帝哦，阮若爱行恕行，不敢不恕。哦，伊爱叫死，伊爱个写记录本，爱个领记呢。啊，但是呢，家己做已经做皇帝，伊讲官人是讲，若无因遮若无下面遮个人，伊啥物嘛毋是啊？哦，就是安尼，足谦虚个就对啦。所以真正个关键是啥物？是成吉成。成啊，成食无稳，成呀，自成呀。哦，成。成呀，成呀。哦，就是有成，吼，有修行，要家己啦，要家己，若看了修动，这个骄傲心起来，吼，这个骄傲心起来呢，其实呢，咱人哦，头拄仔互我讲，咱像行呢，你若恭敬来，我这顿人的呢，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啊，修学倒就是这个观念讲先敬。你对一份的先进，就一份的利益；那十份的先进，就十份的利益。咱家己甲想，咱前出时较紧，咱的先进会偌济？是哪大汉哪济先进爱，还是哪来哪少？哦，这个话嘛是问咱家己啦。等到囡仔哪细汉哪单纯呢？啊，咱哪大汉吼，哪大汉哪巧嘛，哪熟嘛，所以。这个成要来成呀，自成呀，成者无不，第我自心中无不，吼，啊修学道就是讲，慢慢透过修学道理，一直咧转，要怎啊？要为道而顺，顺其又顺，学习了解道，哪济无对，按过若为道就是顺，就甲咱物件哪卖哪好下呢？咱才有对呢。人当学辛苦哪济，家己感觉家己足老，若安尼骄慢啊！我就是讲，我万高山不流空滴水，哪骄傲的呢？迄水若流来吼，拢对山骹落，吼。所以讲，而且讲真正关键是成敬。咱像迄地花啊，搁互你做甲外身太芳，搁浅浅，迄花哦做甲外身太芳。袂啦，啊吼，若迄个心无够诚啊，看外
其实呢得不了善果。这个因心啊，心啊，就是讲爱因心，咱人生咱像过河啊，因为咱溪吼，在过溪较早人，即个人是过桥啦，较早人讲像过溪咧，因为溪下面无看，所以爱出真正诶。咱身躯咱买一个记录器哦，咱身躯买一个记录器，咱做啥物吼？做啥物拢甲咱讲起来。过去做啥物啥物拢讲，所以迄个因性诶心，因性诶心啊，咱来看，即个心啊，有做大经讲，但用初心定了成佛，拢在讲用即个心，这个心，毋是即个歪巧诶心。有做大经讲，但用初心定了成佛，拢在讲。咱这个真心不行，这个心呢，贯通天地的，上达上天的，这个心是真呢。看咱这个心是面真无，所以讲呢，为什么爱行动为什么爱行动？因为呢，咱若无谨慎家己哦，咱一个心啊呢，咱互我倒倒讲，咱身躯像我排气不去。做啥物就对咱影响啥物，所以伫即个当中，咱做啥物到尾仔拢会回归到家己的身躯。咱身躯诶，若无去谨慎咱的起心动念，就会影响咱的行为啦。互咱看一个讲，咱的心啊，方向盘去转唔对会安怎？另外呢，又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名黄姓女子，她早上开车上班的途中呢，疑似经过这4条隧道啊，就为了闪避前方的车祸，方向盘